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以色列甲伊朗咧战，即马美国正式介入。川普经过电视演讲，宣布美军已经对伊朗3大核设施成功发动攻击。川普讲伊朗是唔好来报复，赶紧实现和平，若无会面临愈猛烈的攻击。也伊朗这边是无咧软报复以色列上无下20至30粒飞弹，造成至少11个人受伤。 美东时间伫暗时10点，美国总统川普为白宫会议室行出来，透过电视演讲宣布，美军已经对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甲伊斯法罕3个核设施成功发动攻击。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 Iran, 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 must now make peace. 川普演讲表示，过去40天来，伊朗发着美国气死、以色列气死，而且杀害美国公民，和美国损失1000多人，中东甚至是全世界有数十万人因此死亡。因此，警告伊朗必须实现和平，若无会面对更加强烈的攻击。这场演讲事后，川普搁伫社群平台指示社群向伊朗发话，唔通对美国进行报复。暂时以色列的机场管理局已经宣布要有防受到攻击，全面关闭领空。以色列军方是伫当地地的饭店。 宣布，为透早3点45分开始提升全国的警戒等级，只允准进行必要的活动。暂时甲埃及、约旦的陆地口岸也是维持开放的状况。有分析师认为，川普伫决定美国是毋是要介入以色列甲伊朗冲突的2礼拜期限进程，提升对伊朗国内3个所在核设施发动攻击，已经甲中东的紧张局势有关了。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known by bombing Iran. They will simply reinforce the animosity and the tension that already exists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really sets the whole region on a really dangerous cours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made itself a legitimate target of Iranian retaliation. 国共媒体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美国攻击伊朗至少动用30粒的政府飞弹加 B-2 轰炸机。美国福斯新闻是表示，川普新政动用5粒到6粒调拨客车炸弹。伊朗受到攻击了后，已经展开报复以色列的空袭行动，至少发射20粒到30粒的飞弹，攻击包括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这些城市，造成至少11个人受伤。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谴责美国的行为，让人真生气，嘛重申伊朗保留所有报复的选项。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